伫咧琉球南部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2，将可能会变作是轻度风台山导致。民间气象公司预测讲，将可能是对台湾东边海峡上北无排除中心的登陆。上今这礼拜暗时呢，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。后礼拜2到拜3离台湾上近，影响上剧烈。那全台湾的风雨到时会真明显。气象署也提醒北部含东北部地区呢，这雨会落真大。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台东往返离岛海上的航班，礼拜5下晡开始取消，数落6个风台要来，会持续停航到后礼拜2。在琉球南方海面顶悬的热带性低气压各地增强发展，会比作今年第18号风台3度2，外围环流拜6礼拜开始影响台湾北部东半部规工不定时降雨。在大台北、宜兰，还有北海岸这个地方呢，都有可能出现局部性的大雨。礼拜1的时候，其实它的位置呢就已经逐渐走到我们的东南部的近海这一边啊，就是到我们的东南方的海面，对我们的影响就会开始变得明显。民间的气象公司预测讲，准风台3度2，有机会以轻度风台到中度风台的等级，对台湾以东的海峡北上，上近伫礼拜暗时有机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。拜1是海陆警拢会发，后礼拜2到后礼拜3是风台离台湾上近的时间，尤其北部东半部山区目前是降雨的热区，就算路径有变动的可能，对台湾的影响同款是真明显。目前的预报看起来的话，它应该会在我们的东边呈现一个抛物线转向的一个过程哦。那转向的这个位置离我们会有多近，其实都还有待观察。因为目前最大的变数就是在它接近台湾的程度。天气分析师提醒讲，这个风台的风和雨势拢会真明显，民众会当先开始来做风灾的准备，一直到后礼拜4风台走去。但是东北季风随着对伫后壁来，北部东半部同款有一寡降雨。后礼拜5开始，北部是降温降甲真有感觉，气温来到22度，其他地区早暗嘛偏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